春蠶到死絲方盡，蠟炬成灰淚始乾。呢句家傳戶曉嘅詩出自李商隱嘅《無題》。佢點解要將自己嘅詩命名為無題呢？呢種命名同佢嘅詩歌內容形式有冇關聯啊？佢對我哋嘅閱讀同欣賞又有咩影響？今日我哋就嚟解開呢啲疑問。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蔡老師。上一集同大家分享咗李商隱嘅徐公，佢對虛詞嘅運用真係十分精妙。呢首無題同樣用咗好多虛詞，不過呢首詩入面嘅單音虛詞就唔似徐公咁用嚟建構詩篇結構，而係負責構造一種更加複雜嘅句子。下面我哋用紅色將詩入面嘅虛詞標示出嚟，跟住逐聯分析。無題，相見時難，別亦難。李商隱。相見時難，別亦難。東風無力，百花殘。春蠶到死，絲方盡。蠟炬成灰，淚始乾。曉鏡但愁，雲鬢改。夜吟應覺月光寒。蓬山此去無多路，青鳥殷勤為探康。俗語有云：聚少離多，在茫茫時空中再次地相見，真係好難。但李商隱更進一步，喺首聯用咗譯字，意思係話相見難，離別亦難。不過呢兩個難字唔係同一個意思，前面嗰個係話相見嘅機會少，後面嗰個係話離別嘅心情難過。下句接住借自然景物展現呢種痛苦對身心嘅摧殘。東風喺古典詩歌入面一般代表春天，東風冇力氣，意思就係春天快過咗，百花面臨殘敗嘅命運。詩人嘅痛苦就係咁樣。銜聯最妙，用咗兩個虛詞方同詞，可以話呢一聯之所以成為名句，呢兩個虛詞立咗大功。大家睇，方同詞都位於每句嘅第6個字，其意義相當於英文入面嘅 not until 或者 only when。春蠶到死嘅時候先至可以吐完絲，蠟燭燒完先至可以流乾淚。用咗方同詞兩個字，句腰到死成灰就變成咗兩個條件從句。走到盡頭嘅條件係乜嘢？係春蠶同蠟燭嘅燒台。短短一聯，詩人用精妙嘅句式表達出令人動容嘅忠心，令每個時代嘅讀者都能共情呢段至死不渝嘅愛情。頸聯係典型嘅主謂句，每句都省略咗主語，平白翻譯過嚟就係：某人早上照鏡，發覺只過咗一晚頭髮就白咗。某人晚上瞓唔着吟唱詩歌，應該感覺到月下清寒。你哋睇，每一句都用咗兩個動詞，係複雜嘅主謂句，而呢兩個動作都係由至關重要嘅虛詞但、應所連接嘅。比較已讀過王維、崔顥、杜甫、文天祥等人嘅七律，我哋唔難發現李商隱七律嘅句法有兩大顯著嘅特點。一係你極少使用提平句，呢首詩8句揾唔到一例提平句。頸聯曉鏡但愁雲鬢改，夜吟應覺月光寒，雖作2+5讀，乍睇之下似乎同杜甫畫圖省識春風面嘅句式一樣，但實際上係本質完全唔同嘅句子。杜句係典型嘅提平句，畫圖唔可以作主語解，而係一個題語或者話題。相反，你句曉鏡、夜吟係時間從句曉鏡之時、夜吟之時嘅省略，各自同下面5字構成完整嘅主謂複句。
高頻率使用主謂復句係李商隱七律嘅另一個鮮明特點。例如，呢首詩除咗最後一句全部都係使用主謂復句，每句上下部分各安放一個動詞，彼此關係非常緊密。李商隱律詩句法咁綿密，喺4+3之間或者2+5字片語合之間唔留縫隙，我哋不禁要問：咁詩人仲留有虛嘅空間俾讀者展開想象嗎？我嘅回答係有。呢首詩結構鬆散，幾乎係每一聯一轉。第一聯相時，講離別嘅事情；第二聯冇繼續講落去，而係轉過嚟寫愛情嘅蹤跡。第三聯又一轉，雖然仲係寫女子嘅生活，容顏老去，長夜寂寞，但敘述視角卻改變咗。從英國一詞可以睇出，係男子喺揣測女子夜晚嘅狀態，並非女子自己嘅直觀感受。更巧妙嘅係，第四聯又係一轉，紅衫此去無多路，亦好似係從男子嘅角度講嘅，因為傳統嚟講，只有男子外出尋找女子，而女子唔允許咁做嘅。大家有冇留意到，呢首詩唔單止每一聯嘅主題都不斷轉換，而且上下兩部分仲存在住敘述視角嘅矛盾。我覺得呢種奇特結構出現有兩種可能嘅原因。第一個原因係源於第一人稱嘅回憶，因為人嘅回憶係複雜同可以自由變換時空，詩嘅結構自然就比較跳脫。基於第一人稱嘅讀法，有啲批評家認為呢首詩係寫你本人過去失戀嘅事。第二種可能係詩人係用第三人稱視角嚟描述一對男女嘅情愛，前兩聯寫女子嘅相思心情，後兩聯寫男子猜測女子心情，以及對佢嘅向往，甚至奔赴幽會。作者作為一個旁觀者，記錄咗呢段苦澀甜蜜嘅戀情。無論產生原因係咩，呢首詩嘅鬆散結構造就咗豐富嘅想象空間，將相思男女兩方唔同嘅複雜感受融埋一齊，提煉成一種抽象嘅超越性別區分嘅愛情心境。光係從我哋讀者審美嘅角度嚟講，無題呢個題目已經非常恰當啦。但就作者而言，點解會選用無題呢個名呢？對於呢個問題，歷來都有各種唔同嘅猜測。喺呢度，我不妨從文學傳統嘅角度提出兩種新嘅猜測。首先，李商隱似乎有意挑戰當時寫律詩嘅習慣。唐人好中意將時間、地點、事件、緣由、預定嘅讀者等交代清楚，唔係用長長一句當作題目，就係用首聯間接傳遞呢啲資訊。正因為呢種寫作習慣咁根深蒂固，以無題為題，自然會產生巨大嘅衝擊力，取得我哋而家常講嘅陌生化奇妙效果，所以後人紛紛仿效，無題最終變成一種定體。可見李商隱大膽嘅標題創新確實係碩果累累。我嘅第二個猜測係，李商隱有意打破另一個歷史更悠久、更加根深蒂固嘅傳統，即對愛情詩斷章取義嘅閱讀傳統。漢儒解釋《詩經》、楚辭無不牽強附會，將愛情詩中男女雙方與歷史中人物事件對號入座。棄婦俗臣、香草美人等解讀愛情詩嘅倭寇，亦應運而生。隨着時間推移，愈演愈烈，以致文人只要一寫愛情詩，就一定會被穿鑿附會，與當時嘅政治人物事件掛鈎。李商隱以無題為題，似乎就係要打破嗰啲糟蹋愛情詩之美嘅閱讀陋習，借助無題呢塊擋板，同埋詩中猶疑不定嘅視角，李商隱明顯係要避免將呢首詩同當時嘅政事對號入座。有咁嘅妙招，李商隱唔單止保護咗呢首瑰麗嘅詩篇免受糟蹋，仲為自己避開咗不必要嘅政治麻煩。當然，李商隱絕對唔係超然於政治之外嘅人，佢一生仕途坎坷，一直喺牛李黨爭嘅夾縫中求生存。佢早年靠牛黨政要令胡楚嘅提攜而考上進士，但後來又做咗李黨重要成員黃茂元嘅幕僚，仲娶咗佢女兒為妻，所以處於十分尷尬嘅地位。無題據講係寫喺唐宣宗大中5年851，旨在向當時得勢嘅牛派領袖令狐圖陳情。鑒於李商隱已經帶有背叛牛黨嘅前嫌，如果真係要向令狐圖陳情，自然要十分含蓄委婉，而無題呢首無定旨嘅情詩正好符合呢個需要。因此，
無題為政治陳情之說，亦並非完全冇道理。讀完呢首詩，想必大家已經能夠領略到李商隱嘅律詩特殊之美。下一集我哋一齊讀佢一首有題目之名但無題目之實嘅詩，叫做《錦瑟》。呢首詩徹底顛覆咗律詩嘅結構同審美模式，實在係唐代律詩乃至歷代律詩中獨一無二嘅奇葩。依家等我哋欣賞一下本集選詩嘅吟誦啦，下次見啦。無題，相見時難別亦難，李商隱。相見時難別亦難，東風無力百花殘，春蠶到死絲方盡，蠟炬成灰淚始乾，曉鏡但愁還鬢改，夜吟應覺月光寒，蓬沙此去無多路，青鳥殷勤為探康。